一股巨大嘅恐慌籠罩咗全球嘅航運界，無論係小小嘅漁船定係巨大嘅郵輪，都喺海上遭受咗神秘襲擊。報紙頭版日復一日咁刊登住驚悚嘅報導，科學界對此束手無策，大眾嘅恐懼達到咗頂點。喺法國巴黎海洋生物嘅課堂上，有一個學生忍唔住向著名海洋學家皮埃爾亞隆納斯發問：教授，關於造成多宗災禍嘅海怪，你認為佢究竟係乜嘢？我相信呢個係一種真實存在，但超乎我哋想象嘅活體動物。我會親身去解開呢個終極謎題。